中国国台办初7的时阵，甲内政部长刘世峰，也个教育部长陈永尧，或者是台独顽固分子，也甲这高检署的检察官陈书仪列入去台独帮腔拍手。总统赖清德伫今仔日是搁再强调讲，两岸之间无相关性的问题，也强调袂允准中国的手伸来到台湾。身为总统，对任何一个被中国进行跨境镇压的人民感到骄傲。回叫中国国台办将一日，将内政部长刘世峰、教育部长陈永尧来做台独顽固分子，佮将侦办国安案件的高检署检察官陈书仪来做台独帮腔拍手。总统赖清德表示，两岸互相无隶属，中国公权力伫台湾无权利，佮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请声。我希望中国的领导人能够清楚了解，对台湾进行针对性的军演，绝对不是和平的行动；对台湾进行统战渗透、跨境镇压，更不可能达到统一台湾的目标，绝对不容许中国的压力、中国的手伸进台湾这块土地上来。面对中共继续对台威胁恐吓，陆委会也严正表示，会采取必要的作为，具体措施研究完成了后，会向各界报告。对未来一年的两岸关系，陆委会讲，有关系充满挑战。今年两会中共将通过“15+5”的规划纲要，加大对台促融促统。另外，中共也可能介入今年11月台湾地方选举。为要防范国军和中共统战渗透，行政院会去年12月通过《陆海空军宪法》第24条修正草案，命定现役军人，乃以言语等方式对敌人表示效忠，上关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，无正式所投降敌人，提悬刑度相当会当判10年，也将定有违甲有模范处罚规定。要么个条样拢留意认为对阳台定部分爱更加明确。如果一个国军弟兄，他的手机桌面是个解放军的美女，这个算不算是对敌人效忠表示？他要有具体的行为去显示，而且依据个案的不同来做一个相关的一个检讨。就有一个人对习近平距离，他说没有了，我们是在玩的，我们是在反串的，可能是开玩笑，但是因为他行为举止不当，还是影响了军誉，我们会用陆海空军惩罚法。司法院也接受校长的表示含义相看，建议爱增加设想犯要件，像损害军事利益等，才符合宪法的最后抢大性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